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去参加民进党伫暑假举办的青年营队。面对着立委卡着贪污的弊案，蔡总统再一次来强调，讲若要升官发财，请行别条路。蔡总统讲，唔通想讲赢着政权就会当大挑一条，应该用感恩的心付出搁较多。进前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的吴怡农，日前批评着汉光演习是咧表演，是咧作秀。总统讲，吴怡农的话唔是介公平，但是伊无怪意，伊提起这个少年人后一届唔通过来犯错咯。这是民进党青年营总统蔡英文受到学员热烈的欢迎，看起来真亲切。民进党的年轻人一向是没大没小的啦，但是今天突然对我特别好，站了一排来迎接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不习惯。交党内政治明星林飞环、林和平、吴怡农同台，蔡总统勉励少年人的勇敢追求梦想。针对吴怡农进前伫面书顶面写文章批评国防部汉光演习，总统讲并无怪意。大家都注意到吴怡农讲了一些事情，那我也公开讲说他讲的话不尽公允嘛，哈。那但是我们怪他，我没有怪他。面对最近有真侪名立委涉嫌收红包和检调约谈受压，引起真大的风波。蔡总统嘛提醒讲，唔通袂记民进党是清廉勤政爱乡土。你不要以为这个就像投资一样，我们压住，我们赢了，所以我大赚一笔。昨天我讲了一句话：如果要升官发财，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了。听懂了没？我又脱稿了。蔡总统再三说明立场，要继续以清廉执政，得到全面的支持。